雖然呢話說呢，我哋前往屈特色麻粉工廠嘅路好容易啦，但係嘅話呢，喺呢個之前嘅話呢，屈特色麻粉嘅工廠前面有一道關卡嘅，但係呢，唔係呢個關卡呢，就係我而家整緊呢個關卡啊！你睇下可唔可以同我一齊解啊？呢一個通關呢一個關卡係去屈特色麻粉工廠最重要嘅一步啊！要解開呢個機關先至可以前往屈特色麻粉工廠嘅鐵大門口啦。咁樣嘅話呢，前往咗鐵大門口之後呢，仲要做一啲簡單嘅掃毒先至可以前往屈特色麻粉工廠嘅。然之後呢，要經過7749日嘅磨練掃毒，咁樣呢，你先至可以徹底前往屈特色麻粉工廠㗎，咪事呢，你就會永世都冇法去前往屈特色麻粉工廠。但係最關鍵一步嚟啦，不單止係要鍛鍊好掃毒能力，仲要學識點樣去做 P 孖手勢啊！如果唔識做 P 孖手勢嘅話，睇返我之前嗰條片啦，我就有住最經典嘅 P 孖手勢啊！如果你唔學識點樣去做 P 孖手勢，你到達唔到屈特色麻粉工廠，咁樣你就獲得唔到屈特色麻粉㗎啦，就係咁樣。